香港四大才子，才華人生觀與對香港文壇的影響。一、香港四大才子的才華。香港四大才子這一稱號最早可追溯至1982年，香港作家沈西成撰寫的《金庸與倪匡》一書，並於2000年代初逐漸為大眾和傳媒所公認。他們分別是金庸、武俠小說倪匡、科幻小說黃霑、音樂填詞與創作蔡瀾、美食與生活散文。四人各有專長，互為好友，共同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的香港文化界掀起了一股熱潮。以下逐一分析他們的才華。一、金庸，武俠小說的巨擘。金庸，1924年3月10日到2018年10月30日，本名查良鏞，浙江嘉興海寧人，香港當代著名作家、新聞學家、企業家及政治評論家。他以武俠小說聞名於世，被譽為武俠小說泰斗。其代表作包括《射雕英雄傳》《神雕俠侶》《倚天屠龍記》《天龍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《鹿鼎記》等。這些作品構建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武俠世界，情節跌宕起伏，人物形象鮮明，融合了歷史哲學、愛情與義理，深受全球華人喜愛。金庸的才華不僅體現在文學創作上，還在於他將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思想與通俗文學巧妙結合。他的小說語言優美，結構嚴謹，歷史背景考究，人物塑造立體，堪稱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。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，改編成無數電影、電視劇和遊戲，影響遍及全球華人社區。此外，金庸還創辦了明報，以犀利的社評和新聞報導影響香港輿論，成為香港文化界的重要支柱。二、倪匡，科幻與奇思妙想的代名詞。倪匡，1935年5月30日到2022年7月3日，原名倪奕明，浙江寧波人，香港著名小說家編劇。他以科幻小說聞名，代表作包括《衛斯理系列》、《原振俠系列》等。他的作品充滿奇思妙想，情節出人意料，融合科幻冒險與神秘元素，開創了香港科幻文學的先河。倪匡的才華在於他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敘事能力。他的小說不僅具有娛樂性，還常探討人性、宇宙與科技的深層議題。他曾為李小龍電影《精武門》塑造了陳真這一經典角色，並多次為導演張徹和金庸代筆劇本與小說，展現了其多才多藝的一面。倪匡的文字幽默風趣，通俗易懂，深受讀者喜愛。他與金庸和蔡瀾共同主持的《今夜不設防》節目，更以其機智幽默的談吐，成為香港文化史上的經典。三、黃，音樂與文化的跨界大師。黃，1941年3月18日到2004年11月24日，原名黃湛森，廣州人，1949年隨父母移居香港。他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跨媒體人之一，以填詞作曲和影視創作聞名，代表作品包括《上海灘》、《當年情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滄海一聲笑》、《我的中國心》等。這些作品不僅成為香港流行文化的經典，也深刻影響了華語音樂的發展。黃的才華體現在他對音樂語言的精準把握和對文化的深刻理解。他的歌詞既有豪情壯志，又充滿細膩情感，結合粵語文化的獨特韻味，賦予了香港音樂鮮明的地域特色。他還在電影廣告和電視節目製作中展現了多面才華。與倪匡、蔡瀾共同主持的《今夜不設防》，以其大膽隨性的風格風靡一時。黃的創作跨越文學與音樂，將香港的市井文化與高雅藝術融為一體，為香港流行文化注入了靈魂。四、蔡瀾，美食與生活的藝術大師。蔡瀾1941年8月18日到2025年6月25日，生於新加坡，祖籍廣東潮州，後定居香港。他以美食家、作家、電影監製和主持人身份聞名，被譽為食神。
蔡瀾的才華多才多藝，涵蓋美食評論、散文寫作、電影製作、書法、篆刻等。他出版了200多部書籍，題材涉及美食、旅行、情感與生活哲學。與李碧華譯書並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的3大台柱。蔡瀾的文字以小品穩健獎，風格簡潔幽默，充滿生活智慧。他在《東方日報》、《明報》等報刊撰寫的專欄內容多為美食與遊記，深受讀者喜愛。他還監製了成龍的快餐車、龍兄虎弟等影片，並在舌尖上的中國等美食節目中擔任顧問，將中國飲食文化推向國際。此外，蔡瀾於1994年創立的步步茶風靡香港和日本，展現了其商業頭腦。他的才華在於將日常生活的點滴升華為藝術，以通透豁達的態度感染讀者與觀眾。而4大才子的人生觀，香港4大才子不僅以才華著稱，他們獨特的人生觀也深刻影響了香港文化與社會。以下從他們的言行作品和公眾評價中提煉出各自的人生哲學。1. 金庸，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。金庸的人生觀深受儒家思想影響，強調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。他的武俠小說中，英雄人物如郭靖、喬峰等，往往以家國情為核心，展現了對正義忠誠和責任的追求。金庸在現實生活中也以行動踐行這一理念。他創辦明報，以犀利社評評論時事，為香港社會發聲。他還參與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為香港的法治與穩定貢獻力量。金庸曾曰：武俠小說中的俠義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。他的作品不僅娛樂大眾，還傳遞了仁義道德與家國情懷。他的豁達與堅韌，使他在面對人生起伏時始終保持從容，成為許多人心中的精神導師。2. 倪匡，荒誕世界自編樂趣。倪匡的人生觀可以用世界太荒謬，不如自己編一個來概括。他以幽默和豁達面對生活的無常，作品中常流露出對人性與宇宙的深刻思考。他曾表示：人生無常，開心就好。這種隨性灑脫的態度，使他在文學創作中充滿創意，也讓他在生活中成為朋友眼中的開心果。倪匡的科幻小說充滿奇思妙想，反映了他對現實世界的超脫態度。他在今夜不設防中與黃蔡瀾的談笑風生，展現了他對生活的熱愛與不羈。他的好友金庸評價他：倪匡的才華在於他能把荒誕變成樂趣，這種樂觀與創意的結合，使倪匡成為香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獨特存在。3. 王，人生苦短，及時行樂。王的人生觀可以用人生苦短，及時行樂來總結。他的歌詞與生活態度都充滿了豪情與享樂主義，但他對藝術的追求卻毫不馬虎。他曾曰：人生就是要活得痛快，創作要真誠。他的作品充滿對生活的熱愛，無論是豪邁的滄海一聲笑，還是深情的當年情，都傳遞出對生命短暫的感悟與珍惜。王的隨性與真誠使他成為朋友圈中的靈魂人物。他與蔡瀾、倪匡在今夜不設防中的談笑無計，展現了他們對生活的熱愛與不拘小節的態度。他的音樂不僅為香港流行文化增添了色彩，也讓人們感受到生命的激情與美好。4. 蔡瀾，吃喝玩樂活出滋味。蔡瀾的人生觀最為通透豁達，他曾曰：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吃吃喝喝，以興趣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。他反對繁瑣的標籤，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地球人，追求的是生活的樂趣與自由。他的文字和節目充滿對美食美景和人情的熱愛，教導人們在平凡中尋找快樂。蔡瀾每年開放微博評論區，與網友互動，解答人生困惑，句句金句如開心也活，不開心也活，選開心吧。可以相信愛情，但不要迷信。他的回答簡潔而深刻，展現了對生活的透徹理解。
他在晚年散盡家財，住進海景酒店，過着隨心所欲的生活，堪稱活得有趣的典範。三四大才子對香港文壇的影響。香港四大才子以各自的才華和人生觀為香港文壇注入了獨特的魅力，塑造了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。他們的作品不僅在文學、音樂、影視等領域留下深刻印記，也激勵了後人在文化與藝術領域的探索。一、金庸奠定武俠文學的巔峰。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創了香港通俗文學的新高峰。他的作品不僅在香港家喻戶曉，還影響了整個華語世界。他的小說語言優美，結構嚴謹，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敘事結合，為香港文學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蘊。明報的創辦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影響力。他的社評和報道塑造了香港的輿論環境，推動了香港新聞業的發展。歡迎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謝謝。